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发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生活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体会甲知明，为你应了真济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心唯的地方，保护我无你期待，带我带你在海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一生的礼物，注定将我世界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心唯的地方，保护我无你期待，带我带你在海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一生的礼物，注定将我世界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日到大家三角组织伫主的圣殿，虽然天气寒冷，但不过咱犹原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安静咱的心，将咱家己全人全心交伫主的面前，咱向主来祈祷，咱向主来学乐。感谢主伊的丰盛的赏赐，伫咱每一人的生命中间。咱开喙来向主献出咱的祈祷，咱的学乐的祈祷来到伊面前，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请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快乐，你是阮的平台，阮的心如我靠你得到帮助。主啊，今日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内，不是我靠阮家己。成为你的恩典，将阮三角组织，阮的心充满欢喜快乐，与你的保守甲看顾，无法等过。无论阮伫生命中遇到什么款的挑战，你总是阮稳当的倚靠，互阮的心中有平安，有盼望。相信我们专心专意，将上赞献给你。阮所求的诗歌，阮所献上的敬拜，单单归荣耀予你，因为你是配着阮一切而乐的主。主啊，愿你接纳阮的敬拜，愿即时信心自由行伫阮的中间，赏赐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粒较无的灵来亲近你，家己相结的。愿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。家己来三顿，愿伫诗歌中来得到力量，愿伫祈祷中来领受新的盼望，愿你困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生命。这时咱嘛为着咱的罪来摆在主的面前，因为圣经安尼记载，咱若承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，一定会赦免咱的罪。咱有时来犯罪，但毋过咱毋知，像是只是咱将咱所有的罪、所有知也是毋知的罪，拢摆在主的面前，恳求主的保护来洗净咱所有的罪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主啊，你讲阮若承认阮的罪，你是信实是公义，一定来赦免阮的罪，洗净阮一切的罪。主啊，今仔日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常常伫思想、伫言语、伫行为中间来看过你的眼光，恳求你来怜悯阮，赦免阮一切的过犯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阮所徛起这个土地来向你来认罪。这个土地常常因为人心内的骄傲、自私、拜偶像，
要实行公义，来开顺主你的恩典。阮嘛来承认，阮常常来离开你的真理，行伫家己的道路。主啊，恳求你来赦免，也搁来医治阮即块土地，互你的公义甲你的慈爱，临到阮所徛起的即个所在。主啊，求你用耶稣的基督的宝血洗净阮，洗净这片土地，互阮搁做你圣洁的子民，尊叹你的心意。愿阮的性命、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，拢回转向你，互你的阳光、你的福音遍传伫阮这块土地顶面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这是咱们为着咱所有家庭，为着咱富乡教会所有兄弟姊妹的祈祷，求主来保守咱的心，莫受到对敌的攻击，有平安、有喜乐、信心甲美满，互咱甲厝邻的人会当关系会当和睦，互咱厝邻成员的心灵慷慨，职场也是学校、同事也是同学之间有好的人际关系。咱嘛为着咱所有家庭的经济稳定，来解决财务的困境，咱来祈祷。咱嘛为着咱逐人的身心灵健康，有疾病、有破病，也是心灵忧伤的，为着厝里的人的健康来祈祷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请天父，今仔日我要将阮家己、将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知阮心内软弱甲需要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心，免互对敌来攻击，互阮伫你的内面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信心、有愿望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甲厝里的人关系会当和睦，彼此相听，互每一个家庭、身心灵拢有得到你的医治甲安慰，互你的疼伫阮的进入阮的家庭中间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阮厝里的人来祈祷，无论伫工作职场，也是伫学校的生活，就恳求你将你的智慧甲恩典授予互阮，互阮无论伫同事，也是细囝伫同学中间，拢有美好的关系，会当活出基督的见证。主啊，要叫兄弟姊妹的经济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供应一切所需要的。解决所有财务的困境，互阮经历你是丰盛的上帝，恳求你，搁看顾阮的心灵健康，病会当得到医治，保守阮的家甲厝邻的人拢有健壮的身体，会当用性命来荣耀你的名。主比里面的天父，你看顾阮需要阮心灵，阮需要你的医治甲恩典。恳求你来医治阮教会中所有身体病痛、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，求你怜悯因、看顾因，你的医治的圣手，就临到因的心上，医治病痛的人，互病痛的人会当早日得到健康。上时嘛会为着失丧亲人的家庭来祈祷，也恳求主你安慰。遗族赐了安慰的灵，望临到因的中间，亲自拭去因的目屎，互因成全因的瓦壳。主，我们感谢俄罗你，我们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。这是咱为着咱教会事工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特别咱嘛开始咱50禧年庆祝的脚步，咱嘛是为着50禧年所有的事工来献上祈祷。也为着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甲服侍团队、甲所有的团契的干部首长，也是全职的同工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来引带因头前的路障，互咱一切所备办的、所筹备的活动，拢会当顺利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请天父上帝，我们将教会所有的同工、事工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呼召阮伫你的殿中来共中来服侍，
恳求你将属灵的恩赐、服侍智慧甲能力，收束伫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服侍团队，佮所有团契首长干部、全职同工的中间，互因伫一切所做的事，顶面拢有你所手事的力量甲引带。希望上帝，我嘛要搁为阮教会属灵气氛来祈祷，愿你的圣神灌压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搁较慕你的同在，愿欢喜来祈祷，专心来较慕你的话语，用热情的敬拜来荣耀你，互阮教会成做圣灵充满同在的所在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阮50迄年来祈祷，尤其伫即个影子50迄年的时刻。我们将一切筹备一切安排全部来交托伫你的手中。特别我们将规个系列长老教会建造复兴系列的研讨会，主啊，求你赏赐合一的心，亲自来带领一切事工，拢照你的恩典甲旨意来完成。阮为着要看见台湾正教会的复兴，来见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要将一切甲筹备一切计划，全然交托你的圣手，求你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阮的感恩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这是咱嘛为着咱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，求主来兴旺挑旺咱的心，使了更较侪较无的灵、敬拜的灵、娱乐的灵，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，互逐项的服侍。敬拜来单单荣耀主，咱嘛要为今仔日牧师的讲道，甲两所有的礼拜场次，甲服侍人员，甲团队咱献上咱的祈祷。咱嘛特别为着夏牧师今仔日外出伫别个教会的服侍，咱嘛献上咱的祈祷，互夏牧师今仔处所做的工，拢会当荣耀主的名。咱三甲出声来祈祷。还有亲爱主上帝，我们从今仔日。主日礼拜完全交托伫你的圣手，主啊，阮渴望你的同在，恳求你今仔日伫阮中间来兴旺阮，使了更较侪较无的灵、敬拜的灵、娱乐的灵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伊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为今仔日的讲员詹牧师来祈祷，恳求你给我伊的嘴，互伊所传讲的信息，满有对你遐来手术的能力。诚做众兄弟姊妹的造就甲安慰，求你予伊用伊的分享来激励众人，互阮伫礼拜中得到精神的异象。主啊嘛，要为着今仔日所有的服侍同工，全然交托伫你的掌权甲恩典，互阮亲自来领受，经历你同在的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永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发我的心肝，赐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真济，愿你甲我同在。就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三甲对做一点来起立，咱来用光时光敬拜咱的上帝。带我带你在海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决心的祈求，主行将我世界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发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赐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真济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心里的顶戴，保护我无入试探，带我带你在海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
心感谢，全心乐乐，经历你的梦。全心上赞，献上敬拜，是最对的过事。你来面，拢我我路你拢我我。常常感谢，基督无煞，盼望在你，我要全心乐乐，跳舞旋乐你命。你的你这日也会人世间这日，我要全心乐乐，永远乐乐可要乐。我要大声乐乐，你永无煞。全心乐乐，经历你的梦。全心上赞，献上敬拜，是最最的过事。你爱你，拢我有你，拢我。常常感谢，基督无煞，盼望在你，我要全心乐乐，跳舞旋乐你。你跟你这日也会人世间这日，我要全心乐乐，永远乐乐可要乐。我要大声乐乐，你无煞。我要全心乐乐，跳舞旋乐你命。你跟你这日也会人世。我要全心乐乐，永远乐乐可要乐。我要大声乐，你永无煞。我要全心乐乐，跳舞旋乐你命。你的你这日也会人世间这日，我要全心乐乐。声乐你永无煞，我要大声乐你永无煞。你是好的天地，你是奇妙救主，乐来滚我。和平滚落，也错就所愿望嘛。你我的心内，拢不断和路耶稣，我敬拜你，耶稣，你是和平滚落。
圣诗248首，我的上帝全能君王。我的上帝全能君王，你名我要永远尊崇。主啊，上帝至高至大，为通接到恩惠满满，期待面对你大路路，你的冠冕是过团路，我要受你奇妙所做，尊贵的歌为扬归回，你的公义观念伟大，我的公义何人同在？因为得用主你大恩，就我了你的敬尊，你恩惠歌有怜悯，我快受天主爱不尽，是阮的一切受责，应心感谢，应随而乐。亲爱的主上帝，你是阮的君王，你是阮的帮助者，你也是阮伫任何境遇中随时的避难所，是阮的顶牌，是阮的溃力。主啊，当阮相信阮来称分你这位全能上帝的时阵，阮就要搁对你遐搁一届领受属天的溃力、属天的恩典、属天的换命、属天的更新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早起时，阮搁一届拍开阮的心，来含主你有美好的结连。通过阮分别阮的时间，分别阮的性命，分别阮的每一样的恩赐，互阮通含主你伫今仔早起时有美好的沟通，也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愿伫早起时，你的同在就临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，互阮通真实明白你的恩典，真实明白你的话语，真实明白你的教导。互阮透过早起时的自证，阮伫遮做伙敬拜、学乐你，做伙举手祈祷，做伙同心唱歌，做伙同心领受。搁一届，就看见主你美好的作为，就伫富强教会，也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。愿主你亲自引带、帮助，也将今仔早起时的礼拜，将一切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引带保护。这时，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，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一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子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有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大家请坐。这时咱来启应，启应文57，约翰福音19章，我来启，归众来应。我是真的葡萄酒，连伫我可无假果子的基，有假果子的基，伊就互伊修正。
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。基不能伫葡萄树，家己袂计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气的机，互人献出去外面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就伫恁内面。恁若加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咱三家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咱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福气的源头，嘛是时时看过，带领引带咱的上帝。今仔日，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指伫你的圣殿，要用心灵甲心实来敬拜你。求你伫咱的中间，你的信心充满伫这个所在，陪伴每一个人的心。祝福今仔日的礼拜，嘛祝福讲道的牧者，甲所有的会友。求你看顾每一个家庭，以及这个人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享受上帝的话，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9章1节到10节。我是真个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互伊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互伊修剪，互伊结较侪果子。我对恁讲的话，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恁若不时甲我结连，我就不时甲你结连。基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恁若甲我结连嘛是安尼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基。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因为无我，恁袂当做啥物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气的机，互人献出去外面，遐开堆，献落火烧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，恁无论爱啥物，求就互恁实现。恁若加真侪果子，表示恁是我的门徒。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。亲像爸有听我，我嘛有听恁。恁若不时顶着我的疼内面，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恁会不时定伫我的疼内面，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，不时定伫伊的疼内面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的人，只是咱请圣歌队献诗，献诗煞才牧师讲道，讲道的主题是生命的连结。在有日中人们
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的聚集在他的面前。特别如同这一首诗歌刚刚所唱的，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有福的！感谢上帝，让我们早起是这位主祭，透过这个时光嘛，让我们搁一解了解，真做上帝的囝儿女是有福气的。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中，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福气。这互咱真大的安慰，嘛互咱真大的盼望。互咱知，咱真做上帝的儿女，是会当为上帝遐得到平安，为遐得到喜乐，为遐得到生命中的快乐。愿上帝帮咱，互咱透过早起时的礼拜，咱嘛搁一摆来享受这款的恩典，享受这款的福气。透过咱来含主三千君，含这位天父上帝三千君。搁一摆，真做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伫咱开始分享上帝有去进前，咱做伙搁来同心，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知真做是你的儿女，是一件非常有福气，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代志。主啊，当阮的性命发出这款的声音，讲是天父上帝，你就是我的上帝，你就是我的主，你就是我的王。当阮的心中安尼确信的时阵，主啊，你也来亲近阮，你也将你属天的福分
也喜乐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求你伫即时，互阮会当领受着这款的福分，特别要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解来明白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意，了解你对阮每一个人的祝福。求主，互阮伫这个时刻，阮通安静阮的心，无受任何代志的阻挡，无受到任何代志的搅吵，互阮通专心伫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，得到快乐，得到生命的成长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伫今仔早起是无需要大家做伙来分享这段圣经上帝的话语。咱拄仔头前伫启用的时阵，咱嘛有用启用的方式做伙读这段经文。伫拄仔咱的书会嘛，搁一解读这段经文。今仔的信息的分享，咱嘛共款要用这段经文，要透过这段上帝的话语，来成做是咱每一个人生命的帮助。咱嘛做伙学习，伫这段上帝的话语中，咱安怎来回应上主伊美好的旨意。伫过去，牧师分享3个系列，头一个在讲生命的更新，然后讲生命的起造，然后讲生命内在的更新甲改变。今日要继续来分享是生命的结连。当咱的生命更新的时阵，生命重新起造时，搁较重要。后一步就是咱的生命爱安怎会当有好的结连。咱的生命爱安怎继续延续落去？毋是只有徛在，毋是只有家己起一栋厝尔。搁较重要的是爱安怎你的生命有结连。而且像拄仔经文伊所讲到，伊讲这个结连的生命最后是会结果子出来。伊讲这个有含上帝、含耶稣基督结连的生命，最后是要结出果子来的。但是今日重点无要放伫安怎结果子。也是讲结果子要结偌济果子，较叫做好诶。也是讲爱安怎结出偌济果子，安尼较是正确诶。今仔日咱将咱诶焦点放转来讲，啥物叫做结连？啥物叫做咱生命诶结连？伫咱诶这个段经文内面，特别是约翰福音第13章到17节。这段经文是耶稣伊准备要去顶十字架进前，耶稣对伊的门徒有侪的提醒，对这门徒有侪的鼓励。所以，若有叫你为约翰福音13章啊17章拢在写这的代志，就是耶稣和伊的门徒最后斗阵的时阵，耶稣甲因教导，耶稣甲因提醒，耶稣甲因鼓励，因为搁无过偌久，耶稣要离开因，耶稣要行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耶稣伫遮。甲门徒有侪的提醒，耶稣准备要离开因啊，但是实际上，这门徒其实因无非常完全清楚，无非常了解，因煞来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生命的震动，因毋知因的生命准备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改变。这门徒可能只是认为讲，这是就是一个暗顿，耶稣和因斗阵，亲像。平常时下面对因讲道、对因分享、对因提醒鼓励，但这门徒可能佫无完全了解，煞来因的生命拄着真大的震动，因无了解因的生命的真大的改变，因为耶稣要离开因啊。当你为圣经继续看，你就知，当耶稣离开因的时阵，要顶十字架，耶稣互人掠去的时阵，这门徒因发生什么代志？有人逃走去啊，有人非常惊吓，有人毋知要安怎，有人无认耶稣。这门徒佫毋知要安怎，可能佫毋知要安怎面对这改变，面对这生命非常大的挑战。但是咱看今日经文，耶稣无甲因讲，好，恁煞来会拄着真大的困难，恁会可能拄着真大的挑战，所以我甲恁讲，恁爱做某一款的事工，恁要有某一款的策略，恁一定爱做着什么代志，恁安尼才无问题。耶稣无安尼甲因讲，
耶稣颠倒转到，甲因讲转到一开始，邀请因转到一开始，因和耶稣的关系。耶稣无直接讲，恁着爱安怎做？耶稣无讲，当我要放掠去的时，你应该安怎做？你爱有啥物策略？你安怎分配？当我离开的时阵，你爱用啥物款的方式？耶稣伫即个所在无甲因讲遮的，伊只有甲因讲一项代志，就是邀请因转到一开始和耶稣相拄的时阵，迄款的感动。而且和耶稣做伙相拄的时阵，因是安怎结连因的性命的？耶稣用这个譬喻，伊讲葡萄树，甲葡萄树的树枝。耶稣用这个譬喻，对当时这个门徒，甚至对当时的犹太人，因是非常通伊当完全了解耶稣咧讲啥物，伊当完全了解耶稣咧讲啥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葡萄树，伫迄个以色列地区，伫迄个巴勒斯坦地区。迄是一个非常会当，互因非常了解的，因的生活中一定有这个水果。所以当耶稣咧讲这个譬喻的时阵，这门徒会当了解哦，耶稣咧讲葡萄树，咧讲葡萄树和伊的树枝，这款的关系，门徒会当通了解。而且耶稣用这个葡萄树讲，最后甲因讲恁会结果子。这个葡萄树和这个葡萄树的树枝，若是连做伙的时阵，会结果子。当然，咱今日看这段经文，对咱来讲，其实嘛袂讲敢足青分，也是讲这个经文耶稣的譬喻咱看无。因为是伫台湾，咱嘛会当食到葡萄，伫台湾咱嘛会当看到葡萄。特别伫台湾有侪无共款品种的葡萄，但是当耶稣在讲这个譬喻，当耶稣在讲的时阵，对这以色列人，甚至对这当时在听的人，有搁较重要的意义。这个葡萄树伫圣经内面有搁较深的意义，伊代表是以色列人，代表是规个犹太的国家，代表是规个犹太的民族，会当代表是这个人因的性命的根源，代表是因这个人。因是对来的，代表是这以色列人因对来的。葡萄树的比喻伫圣经内面搁较深，代表就是这犹太人，代表这的民族。比如伫圣经内面，咱会当看见诗篇第80篇第8节，这个诗人安尼讲，伊讲上帝，你对埃及带出一丛的葡萄树，你将外邦的人赶走，将这个树栽伫这个所在。伊咧讲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以色列人亲像葡萄树一样，然后因到伫迦南地，将这外邦人赶走，将葡萄树以色列人栽种伫遮。以赛亚书第5章第41节安尼讲，伊讲以色列就是上主万军统帅葡萄园，犹大人民就是伊细心栽培的葡萄树。你看去圣经常常葡萄树在描述以色列人，而是描述这个民族。所以当讲到这时，就想到哇，这和我的性命是有关系，这和我对倒位来是有关系。所以咱看圣经常常看到葡萄树、葡萄园，有更较深的意义是在代表这个圣经，这犹太人因的性命的来源，因性命的根源。但是对咱今日看这经文的时阵，耶稣嘛在搁一届甲咱提醒，甲咱讲，咱性命的根源是对来。咱性命的开始是对来。咱搁一个回到拄仔咱所看的经文，这段经文有不断有这个字不断在出现，葡萄树的这树枝结连，葡萄树的果子，而且写讲搁较侪的果子。当咱第一个看到这个经文，也是头一看经文，咱可能拢会先注意到一项代志，叫做会结果子，叫做会结真侪果子。可能第一个先看的经文，第一个看咱会看，哇，这是真非常充满祝福的经文。耶稣讲，咱的性命会结果子，咱的性命会结搁较侪的果子。当然，耶稣基督安尼甲咱祝福咱的性命是丰盛的，祝福咱每一个人是会结果子的。
祝福咱的工作，祝福咱的家庭，祝福咱学校、咱的学业，咱各项代志是会去过子的。但是较重要，这条经文，伊毋若讲结果子，伊毋若讲有搁较济的果子，伊搁较重要中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就是结连。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关键，就叫做结连。若是无结连，这个葡萄树和树枝都袂有搁较济的果子，果子袂家己发出来，果子袂家己生出来，无结连。这个树枝无结连伫葡萄树顶面，是袂有任何结果的。所以今日透过这段经文，咱嘛搁一摆来思考咱的性命。无说今仔分享的这个信息的主题，无论你是已经伫这个信仰，你认捌这个信仰已经足久啊，还是你搁咧敲吹，还是你搁咧慢慢咧认捌，甚至你今仔是第一届来，无说拢要邀请你做伙来思考。你的性命即马到底结连伫啥物所在？所以第一个透过这段经文，性命的结连是咱对主的认捌中来建立。第一个这段经文，互咱一个会当学习的代志，就是性命的结连是咱对主的认捌中，咱来建立。第一开始的经文安尼讲。耶稣讲：“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搁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搁较济的果子。”耶稣伫一开始讲：“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的无结果子的，伊就将伊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。”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搁较济的果子。耶稣讲有真的葡萄树，安尼代表就有假的葡萄树。当耶稣讲有真的葡萄树，安尼代表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有假的葡萄树。这个真的毋是讲，毋是只有讲啊较好尔，只有比较起来，哦，这个看起来较好。伫原本诶，这个意思内面，伊是讲这是唯一真实的，是无法度通取代的。这个真的意思是真实唯一的，是无任何物件通取代去的。当耶稣在含这个门徒讲这个譬喻，当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拄仔讲代表有假的葡萄树。伫当时耶稣的时代。圣殿已经搁起来啊！伫犹太人的历史中，圣殿有毁坏过，但是慢慢建立起来，搁有重起起来。到耶稣的时代，迄个圣殿搁重新建立起来。但是耶稣迄个时代，圣殿建立起来的时阵，当时的希王搁继续将这个圣殿继续起造，继续互伊搁较水。伫当时有一个历史写历史的人，伊叫做约瑟夫。伊伫当代，伊记录即个犹太人的历史，有一段话安尼描写，伊在描写即个圣殿。伊讲即个圣殿入来的所在，伊讲全部拢搭金仔，这条啊拢搭金仔，门拢搭金仔，全部拢搭金仔。另外，伫即个门口顶面，阁有一寡金的葡萄树伫遮，顶面有。挂了非常侪和人同款悬的葡萄，边有一个图，这个是有人看到这个文字当时所写的，伊所想象的，因为这个圣殿已经完全毁坏啊，所以嘛无人看过真实像这啥物模样，所以有人就用这个所描述的所甲画落来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圣殿的门口。这条啊，哇，全部拢是金的，金光闪闪，随去千条。但是伫这个边仔这两边，你若甲真足甲看，有侪的葡萄伫迄个顶面，有侪葡萄伫顶面。然后你看上边有一个祭司，伊爱爬起哩，因为葡萄伤侪啊，挂袂了，伤悬啊，所以爱爬楼梯爬起哩。而且这个葡萄虽然是用金做的。但是这葡萄是会生长的，
这葡萄是会慢慢啊，搁愈生团愈济。因为每一当若有人来到伫耶路撒冷，伊到伫圣殿，伊就会带金的葡萄，带着金的树叶啊来奉献，为着要互这葡萄会当继续连落去。这葡萄也家己生长，因为逐当有人来的时阵，因就摕金的葡萄摕来奉献，金的树叶来奉献。这个写历史的伊嘛安尼讲，伊讲若是要清洗这个金的葡萄，也是讲挂了伤济旧的要甲摕落来的时阵，爱需要300个祭司才有法度将伊摕落来。所以你通想象，这个葡萄是偌尔啊济，这金的葡萄是偌尔啊济，爱300个人才有法度甲摕落来。但是咱问一个问题，若无黄金的人要安怎？若无黄金的人要安怎？伊敢有法度通奉献？无黄金的人，伊敢有法度继续含这丛金的葡萄树结连？伊敢有法度伫这丛金的葡萄树顶面得到啥？安尼是毋是失去结连的机会？咱搁问一个问题是：若无人奉献，这个葡萄伊敢会家己自然的生长？若是无人做这项代志，这个葡萄树伊敢会家己生长？其实这个葡萄树伊是袂家己生长的，因为伊无生命力的。这看起来真水黄金的葡萄，看起来敢若会生长，敢若会愈来愈济，敢若需要300个人才有法度将这个金的葡萄摕落来。但是实际上，这个葡萄是无生命力的，因为这是努力来的。这个葡萄是大家努力来的。努力将这黄金摕来，努力想要含这个所在有结连，努力想要靠家己的方式，会当将家己所奉的葡萄当挂伫顶面。这人是努力来的，但是无黄金的人要安怎？是因无够努力吗？是因做了无够济吗？但咱的毋是失去结连的机会吗？咱的性命常常嘛拢非常努力的结连，咱的性命嘛拢常常非常拍拼的结连，为着某一项代志，咱真拍拼，咱拢真努力，咱拢总期待某一项代志会当成长，会当大汉。可能咱伫咱的经营、咱的家庭的关系，咱足努力、足拍拼；可能伫咱的事业顶面，咱足努力、足拍拼。可能伫学校的学生，咱做努力做拍拼；伫咱和人际的关系中，咱做努力做拍拼；伫你要传福音，你要找人转来伫教会，你非常努力做非常拍拼。但是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多数的时阵，最后忝的人是你。最后你发现你家己非常的忝。最后你发现，你努力去追求的结连，你努力去拍拼，努力去做的代志，最后变做是你家己非常的忝。问题出伫佗？问题出伫咱拢不断靠家己在努力想要结连，咱却无认捌这个真的葡萄树，咱却无认捌这个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。耶稣讲。连伫我的就会结果子，互伊结搁较侪果子。我意思毋是讲咱就莫努力，咱就免拍拼，安怎全部拢交互耶稣就好啊？是咱努力敢有着方向？咱敢有真正认捌这个主题？咱的性命的作为是啥物？咱敢有真正将咱的性命结连伫正确的所在，还是依然不断靠家己的性命在拍拼、在努力？认为我只要我。够努力就好了，爱拼才会赢。是真正你的性命源头有遮伫正确的所在。你敢有对这个主真正正确的认捌？咱拢知咱的手机要无电的时阵，你的充电器插起哩，你袂着放伫遐伊家己会充电，你一定要插去插头啊！你若无插去插头，你的手机袂充电啊！你充电器放在你手机嘛是会无电啊！你可能认为讲可能是我延长线加了无够，所以你延长线接较搁较长，
但是延长线的头可能嘛无再去插头啊。有时咱非常努力拍拼咧做某件代，但最后啥物拢无，就是因为咱无发现咱生命的源头接毋着所在。若是咱将咱错误的生命连接到伫错误的源头，咱可能将信仰的生活变做是一种表现，甲变含主结连真做是一个重担。咱若是将咱的生命连接到伫个错误的源头，你会发现为虾米我遮努力伫我的家庭的经营，我遮努力伫我的事业的拍拼，我遮努力伫这项遮济代志，拢真做是一种重担。所以耶稣伫第一段经文伊讲，耶稣讲我对恁的信是已经互恁洁净啊。耶稣讲我的信是已经对恁已经洁净啊，互恁清气啊。这个清气，第30个这个清气和第110个这个修正，伊是同一个意思。当咱的生命拢不断地结连的时阵，不断地找源头的时阵，耶稣甲咱讲强大，伊的信是帮助咱，互咱知伊是迄个真的葡萄树。修正，这也是清气，是帮助互咱的生命的源头会当正确集中，互咱的生命真正咱集中伫迄个正确的源头，互咱通认捌认捌，当咱真实认捌主的时阵，真实认捌这个真的葡萄树的时阵，咱生命所结连的才有法度慢慢啊建立起来。上帝伫咱生命中会修正清气。无一定是将迄个歹物件摕去。我想大部分人拢会当非常明白，啥物叫做好诶，啥物叫做歹诶。但是上帝往往要清气修正诶，要摕去诶，有时阵是咱看起来袂歹诶代志，但是却分散咱生命焦点诶代志。有时阵上帝要摕走诶是咱可能看起来袂歹哇，但实际上却妨碍咱生命正确焦点诶代志。耶稣毋是生命其中一个选择尔，耶稣是生命中唯一的源头。耶稣毋是咱生命中最选择中的其中一个。为是讲这非常最选择讲我今仔日结连伫遮，今结连遮，后今结连伫耶稣，是原本咱生命唯一的一个源头。所以伫诗篇的诗人127篇第1节，伊嘛安尼讲：若毋是上主起造厝体，起造的伊所做的，就拢无效。若毋是上主来保守保护，迄个看守的人，伊所看守的，就拢嘛无任何的效果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真正是为清楚的明白、清楚的认捌，主是咱生命中的源头，唯一的源头，毋是靠家己拍拼努力，过到最后失去了。你原本一开始所做这项代志的热情，所以刷来第二个无需要继续来分享。那安尼，当咱清楚认捌讲耶稣伊是真的葡萄树，那安尼咱嘛要伫和主的关系中，咱要得到能力。咱嘛要和伫主的关系中来得到能力。约翰福音第15章第4节经文继续来讲，恁着不是甲我结连，我就不是甲你结连。既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嘛袂结果子。恁若无甲我结连，嘛是安尼。第5节，耶稣讲：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。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，因为无我，恁袂当做啥物。因为若无我，恁袂当做啥物。伫台语的圣经，伊翻译叫做不习；国语的现代中文译本，伊讲长根。和合本，咱较熟的和合本，伊是讲常在。但无论是对一个翻译，伊的意思拢是无离开。伊的意思拢是代表讲无离开。伊的意思拢是讲是非常亲密，是相结连的，是连做伙的。这描述一种关系的状态，这描述一种关系的状态。耶稣将这个焦点变对认捌、到伫关系，
若是讲对哇有一个真诶葡萄树，若是讲哇有一个生命诶源头，耶稣将即个焦点，搁一摆推往后一个无共款诶部分，互咱看见，毋是只有人物尔，搁较重要诶是关系。咱必须爱非常诚实问一个问题：你若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真做是你诶救主，你若是已经伫即个信仰你已经认捌足久诶，你嘛爱必须不断问家己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即马敢毋过有带伫含主诶关系内面？你若是搁伫认捌即个信仰，甚至你若是第一届来，我嘛要邀请你思考。我即马敢愿意试看觅，搁较深来认捌主，含伊建立关系。咱必须爱非常诚实问一项代志，就是我即马敢搁有含主的关系，敢搁有带伫伊的内面？我敢有常常来找求伊？我敢有常常读伊的话？我敢有常常敬拜伊？我若是问讲，你顶一届祈祷的时阵是啥物时刻？你顶一届敬拜的时阵是啥物时刻？你可能讲20分钟，因为咱拄好做伙敬拜而了。但是除了伫今主日以外咧，顶一届你含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你伫伊面前祈祷，伫因敬拜，伫伊面前求讨是啥物时刻？你敢有不断带伫含主的关系内面？无使用这项代志含大家来披露。最近这2-3礼拜，无使拢有机会到伫北部去参加咱教会青年的这个结婚的礼拜。因为这青年拢伫北部工作，还是生活伫北部，所以无伫咱教会举行礼拜。但是我嘛到伫北部去参加去主持。当要结婚的时阵，咱拢会知，无事拢会问一个问题，拢会邀请这个要结婚的新人问因，无事问问题，然后因爱誓约，爱讲出对彼此的这个讲出对彼此的话。但是伫迄个时刻，我搁一角来思考一项代志。当你来答牧师问讲，牧师，你已经结婚偌久啊？你也来甲牧师讲，牧师你也结婚偌久啊？我袂甲你讲，我2当前我有结婚。你若一对新人徛伫台前，正人含上帝面前因誓约的时阵。因的誓约，因2个婚姻袂停留伫迄个时刻。当我若甲你讲，我伫2当前我有结婚的时阵，安尼是一个真奇怪的回答。同款，今仔问你，你即马敢有带伫含主的关系？你可能回答讲伫我迄受洗礼的迄个时刻有，伫我认捌的迄个时刻有。那即马呢？耶稣讲，亲像即个葡萄树的树枝，无含葡萄树结连一样，就无法度通结果子。当即个葡萄树的树枝若讲我顶礼拜有念过啊，我捌念过，但是这代表一项代志，伊即马无念的。当树枝无念的时阵，代表一项代志，伊准备要高大起来。当这个树枝讲我顶礼拜我有念过哦，顶礼拜我后面这个葡萄树我有念过哦，但是意思是啥？我即马无念的，但是这嘛代表一项代志，伊刷落来，伊要高大起来。耶稣讲，因为无我，恁嘛无啥物都无法度通做。若无借着我，恁啥物物件都无法度通做。看起来敢若耶稣咧讲威胁，耶稣讲警告，但是这毋是一种威胁，毋是一种警告。是一个非常清楚通了解的，毋是葡萄树的树枝家己结果子，是葡萄树的树枝透过葡萄树伊才会结果子。
耶稣在讲，这毋是一种威胁，毋是一种警告。伊咧甲阮讲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，就是毋是树枝家己会结果子出来，是树枝伊透过树啊，伊才有法度结果子出来。当耶稣讲会结果子，生命有得到能力，生命得到气力的时阵，毋是讲家己做了偌济，毋是讲这个树枝偌尔啊拍拼。是因为透过个人自然而然有流出这个生命来。当耶稣在讲结果子做，讲有得到能力、得到生命的气力的时阵，毋是讲这个树枝做偌济，伊偌尔拍拼，是伊透过个人，伊会当流出生命来。大无输要就来台前的时阵，我有摕一个篮起来。可能有人好奇讲，这个篮到底放伫遮是要创啥物？我互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篮放啥物？真水的葡萄，真水的葡萄，对吧？这个可能等下无够爱心午餐食啊，无够哈，嘛无法度通分互爱心午餐第二顿该使用哈。你看这个葡萄真水对吧？看起来真好食。但是当我等下甲一个葡萄摕落来，我食入去的时阵，这个葡萄的树枝敢会发家己生出葡萄出来？这个葡萄敢会这个葡萄的树枝会家己发出葡萄来？袂阁发出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袂阁发出来啊？伊这个葡萄会当甲家己讲发出来，连连都发出来吗？无法度啊！因为伊已经假去啊，已经假去啊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金蕉，一批金蕉伫遮。这个金蕉嘛，无法度讲生葡萄出来，伊就会发出葡萄。当伊念着金蕉树的时阵，伊嘛无法度讲哇，金蕉树，我念着金蕉树，所以我要发出葡萄。伊嘛无法度通发出葡萄，因为伊结连的毋是伫葡萄树，伊所结连的毋是伫正确的源头。所以，安尼咱通了解，耶稣在讲这个能力、生命的关系，毋是讲你做偌济你通得到。当你假去的时阵，你无法度通靠家己的气力，是因为你结连你发出生命的气力。因为你结连时阵，你发出生命的气力。第四篇第1篇第3节，这咱非常熟的经文，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一株栽伫溪水边的果树。但是我看到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伊翻译了另外一个意思。迄个栽种伫原文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移植、移栽，就是将这个果树刷到另外一个所在去种。伊讲。我用华语来谈，他说：“它像移植溪水旁的果树，按季节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、不凋零。他所做的样样顺利。伊亲像这张树刷到伫迄个会当互伊继续大汉结果子的溪水边啊。伊原本的迄个所在可能无法度，可能毋是好的源头。但是当伊移植刷过来的时阵，伊讲伊每一个时刻，伊就结果子出来。”伊的鱼仔嘛袂打去，伊所做的每一项拢非常顺利，毋是因为这个果树做啥物，是因为伊结连伫正确的所在。最后，透过这个经文，咱做伙要来分享，伫生命结连是伫主的话语中，咱得到坚固。生命连结是伫主的话语中，咱得到坚固。最后，耶稣伫这段经文，伊搁一摆甲这个门徒讲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就恁的内面，恁无论爱啥物，求就互恁实现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表示恁是我的门徒，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。耶稣继续讲这项代志结连，不断出现结连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就伫恁内面，无论你爱啥物，求就甲恁实现。耶稣讲我的话。毋是伫迄个时代才发生的，耶稣所讲的迄个话，毋是只有迄个时代咧发生尔，
是这个时刻也在对你讲话。耶稣所讲的话，毋是只有迄个时刻门徒听见尔，毋是只有耶稣医治人，耶稣讲我医治你，耶稣讲你的信心拯救你，你的信心透放你，我安慰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帮助你。耶稣的话毋是只有迄个时刻，迄个时阵的人听见，是伫这个时刻，咱每一人嘛会当领受到这款的恩典。嘛会当领受这种上帝话伫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困难。耶稣讲：若含我结连，我的话就伫恁的内面。其实咱毋是无听过话，毋是咱无听过上帝的话，是咱可能无互话带到伫咱的生命内面。咱毋是讲无听过话，耶稣的话、上帝的话。但是咱无将这个话放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常常犹原用这个世界、用咱原本的价值的话在甲咱讲话。所以为虾米伫咱教会拢常常推崇爱读经？为虾米爱读上帝的话语？甚至为虾米爱导读？为虾米爱讲出话语？当讲的时阵，就发出气力。当你宣告出来，就发出气力。迄个话毋是只有伫内面，你嘛宣告出来，伫你的生命宣告出来，讲这是有气力的。最近今年开始，嘛在训练这提摩太青年，训练因爱导读，训练爱开喙祈祷，训练因爱含主爱有搁较侪的结连，训练因爱为别人祝福，训练因爱用有从祝福的祷告。为彼此来祝福祈祷，用导读宣告出上帝的话语，宣告出上帝的气力伫你的生命。有时咱毋是无听过，是无用话进入到伫内面。昨暗时这提摩太的聚会，我昨佮教导因安怎用有从祝福的祷告，嘛教导因安怎继续用上帝的话放伫祈祷内面。昨要结束的时阵，阮分组两个互相为彼此祈祷。昨暗时分到是一个国中1年的学生，我含一个国中1年的学生爱练习爱互相祈祷，互相讲上帝话语来祝福。当我甲即个1年的学生，我甲祈祷祝福了以后，即个学生甲我讲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你已经是牧师，我阁需要听上帝的话吗？牧师，我毋知要安怎替你祈祷啊。我就甲讲，咱今有一段经文，我有一段经文，你着用这段经文为牧师祝福。你着用这无共款的方面为着牧师祝福。然后这个1年学生就开始学习用上帝的话祈祷，上帝的话来祝福。这款的方式虽然是一种练习，是一种操练，但是帮助人讲出来的时阵，你会记得。当讲出来的时阵，为帮祝福的时阵，毋那是你家己领受尔，你嘛祝福出来，或者话，搁一摆嘛转到伫你的生命内面。其实咱毋是无听过，是咱敢有真心将话放伫咱的生命内面。葡萄树甲树枝，上具体行动，就是真实用耶稣的话去生活，去服侍。当耶稣的话带伫咱的心内面，咱的祈祷。咱的服侍，咱的生活的方式，咱才有法度会当和上帝的心意是共款的。中文叫做对齐，咱才有法度和伊是共款的。耶稣讲，人若和我结连，我的话就伫伊的内面，恁爱啥物，我就互恁实现。重点是耶稣的话伫咱生命内面的时阵，咱求啥物才真正会当符合着耶稣基督的旨意。若无，咱犹原阁是靠家己的想象，靠家己的气力在祈祷。所以最后这段经文，哥罗西书第3章16节讲，恁着爱互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信息带伫恁的心中，而且是永远带伫恁的心中。所以最后结果子，毋是一种压力，嘛是毋是一种责任。看这个经文刚刚我爱结果子哦，我爱结偌济果子。结果子毋是一种责任，毋是一种压力，这是你含主连结。自然
的成果，嘛免着去讲你即摆有结偌济果子。重要的是上帝搁较要紧，伊所看重的是你敢有含伊结连做伙。上帝搁较看重的是你敢有含伊结连做伙。阮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性命真正是真做是含伊不断结连的，伫伊的内面得着性命，伫伊的内面得着安慰，伫伊的内面得着鼓励，伫伊的内面得着医治，伫伊的内面得着性命的瓦靠。阮上帝所有咱每一个富强教会兄弟姊妹。也互咱透过这个经文，搁一摆来思考，咱的性命要结连伫地，咱性命的源头伫啥物所在？伫今日讲道结束了后，咱要做伙先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。然后伫今日礼拜嘛有一个特别的定事，就是咱今有每一个月一届医治祈祷的时刻。所以咱等下要先做伙唱这条回应的诗歌，叫做《耶稣你听我》。当咱咧唱这条诗歌的时阵，你若有准备好你的心，你若有带着任何的需要，无需要邀请你勇敢行来到伫台前，咱台岛服侍同工要着为你来祈祷，要为你的需要来上帝来祈祷。这是咱做伙来唱这条的诗歌，叫做《耶稣你听我》。咱先坐咧唱，咱先做伙对头到尾唱一届。然后第二届各位唱的时阵，邀请需要服侍、需要祈祷的兄弟姊妹，你勇敢行到伫台前。风对着未来，心情啥人知？耶稣，你听我这事。搁一届对头来唱，这个时刻嘛，邀请你也需要别人为你祈祷的兄弟姊妹，你勇敢站起来，勇敢行到台前，做伙来领受上帝属天的祝福。邀请无论你坐4楼是坐伫5楼，兄弟姊妹。你要能勇敢行到台前，当你行出这步的时阵，就是行出一个信心的开始，行一个上帝赐福的开始。耶稣，你听我，我一生困我，我若孤单无伴，你。我若无路通行，你做我无正，我爱亲近你，照你的旨意，耶稣。就要邀请台前的这台岛的同工，咱开始来为着台前的兄弟姊妹来服侍。
我们要请坐伫座位的兄弟姊妹，你嘛为着家己祈祷，为着家己的需要来祈祷，特别嘛，耶稣做一个祈祷，讲耶稣求你和我会当有更较深的结连，互我的性命会当结连伫你的内面，互我的性命得更较丰盛，得较祝福，会当为你遐得到遐属天的恩典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同在心的帮助，心的看过，主哈利路亚，赞美上帝，看过上帝同在，主啊，看过你心的同在，哈利路亚，是啊，你个感觉，是啊，主啊，看过是主啊，同在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帮助你，是主啊，看过是主啊，是主啊，同在，主啊，是你恩典的帮助，是我看过，是主啊，同在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在你那个恩典的时候，主啊，帮助你，所有的痛苦。今晚将是这个行动将同在，将看过是我们同在心中同在，赞美你是同在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来向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是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是这样的同在，主啊，谢谢你是我们的同在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让在你的同在里面，主啊，是在你的同在里面，主啊，谢谢你是我们的同在，主啊，谢谢你是我们的同在，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。我们再次从这首的副歌、这条歌的副歌，咱搁做来唱一解。咱们用这条歌搁一解，真做咱生命的宣告。咱知伫咱孤单无伴、无路通行的时阵，耶稣上帝真做是咱真正的倚耶稣，你知每一个人的心事，你知每一个人的心情，你知每一个人心中所担忧的代志。主啊，无论徛伫你面前的，因是拄着情绪、内心的困难、财务的困难、经济的困难、工作的困难，也是家庭的困难，也是和人际关系的困难。也是来到你的面前，要继续追求和你的结连。主啊，你拢知。主啊，有时伫人无法度完全通讲出心中真正的困难、真正的痛苦，讲出真正的心声，但是主你拢知。因为主你听每一个来追求你的人，你听每一个你的囝儿女。主啊，当阮来倚靠你的时阵，当阮一生来困我你的时阵，你的话就充满伫阮的心中。主，你的话甲阮每一个人讲，我要医治你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投放你，我要鼓励你，我要安慰你，我要真做是你生命的牧者，我要真做是你生命无路通行的时阵，为你开道路的迄个主。
主啊，当阮来亲近你的时阵，当阮来追求你的时阵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就成就伫每一个来追求你的人。主啊，因为你听每一个人，你了解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愿你属天的恩典，就降落伫每一个需要追求你的人。愿主你亲自来引带因，亲自来帮助因，因为你才是因性命的主。恁才是因生命真实的源头，恁才是因生命真实的帮助甲开力。主啊，奉主你的名来宣告，阮就富阳教会每一个兄弟们交伫的手中。主啊，互阮真正每一个富阳教会兄弟姊妹也学习结连伫你的内面。因为主啊，当阮离开你的时阵，阮无法度通做啥物；当阮结连伫你内面的时阵，阮才有法度真正找到生命真实的生命力，才有法度真正找到生命真实的方向。求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亲爱的救主，求你这时真正放落你属天的恩典，互阮伫今仔真正领受到你同在的美好。主啊，献上阮的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的奉献，请奉献就是。请会众起立，咱因奉献诗歌。谢谢。咱来看本会根据，咱做伙来讨论。请，今日将来伊个就是信伊个人，以属因有关，成做上帝家里，约翰福音1:12，咱搁读一遍。遐个将来伊个就是信伊个人。以属因有关，成做上帝家人。约翰福音1:12。我来报告，请看周报第2页。下周的事奉当中，主题是夏文夏牧师，诗会是李维文长老。其他部分咱大家过目。
搁来看本会消息。本会定伫下周主日举行新年头一摆新礼典，请大家预备心参加，得到上人的祝福。搁来社会公告，本会定伫2月8号要开定期会员学会，迄天只有一堂礼拜，请大家学会顺利带到。时间的关系，请牧师补充。亲爱乡亲们，大家平安。牧师伫即时要先来介绍，伫今日有头一届来含咱做伙敬拜上帝兄弟姊妹。伫牧师的正手边有这个白芳如姊妹，有因4个这规个会有4个人做伫遮咱做伙来欢迎因，来请坐，请坐。因是伫这个拜二的时阵有举行一个个别式，就是有一个叫做白正宏校长。咱教会嘛有一寡兄弟姊妹做伙去参与这场个别的礼拜。咱嘛继续来关心，这个是这白校长因的家庭，关心因的家属，也愿上帝的安慰，上帝同在甲恁三甲伫地。牧师有几项代志要特别来补充报告。第一项就是咱书会其实已经有讲，就是咱过2月8号、2月8号咱开会员的会会，所以爱请会记一项代志，就是你鼓励大家爱出席，因为这是咱一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，咱会做伙来分享也报告伫过去一档教会每一个服侍的小组团契，也是这服侍团队以及教会整体的一个报告，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。但是，若你真正是已经有无共款的安排，有时间也是未拄好，请你爱，若你是有伫小组、有伫团契，请你的小组长还是会长来请假。若无，你就爱到伫办公室来办公室来请假，安尼才有法度来掌握这个正确的人数，通互咱会当来互这个会员的合会会当顺利来调开。然后嘛有一项代志要特别欢喜恭喜的代志，就是咱魏鹏长老和美娟老师因各做阿公做阿嬷咱拍鼓啊，甲因恭喜，好。然后嘛有一个欢喜的代志，就是咱约沙无区的周锡安小组长伊伫这个拜五开始，伊伫台南的吴园伊有一个个人的一个油画的画展有家己的一个画展，所以鼓励咱兄弟姊妹，若时间会拄好嘛，欢迎你通到伫迄个所在行行散步，然后会当看这个画展会当看这个画展，会当来欣赏，会当来参观。然后嘛，这个报告嘛是这几礼拜一直在讲的，就是咱在收集这会当使用，而且是个好的这衣物，因为咱逐当咱拢有将这整理好的，咱拢送到伫高雄山区一间教会来互因为当做一寡来帮衬，所以请咱伫这个2月13号进前，咱爱将这整理好的放落到伫地下室的停车场，甲放好，整理好，然后咱最后会送过到伫这个高雄的所在。这个，然后佫有这个几项代志是周无写着的吼。第一个就是，咱伫今日下晡吼，咱的书法班吼，教会咱的书法班，因特别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课程吼，就是爱教大家安怎写硬笔字，大家安怎写硬笔字吼。特别咱教会有侪人拢参与这个手抄圣经，也是咱平时嘛有灵修的习惯，也是会写一寡字。咱的书法班真好意吼，就是会当邀请大家，嘛会当继续伫这个写字顶面会当有学习。所以伫今下晡
这个时间是4点吼，伫4点伫三楼副堂的所在吼，4点伫咱三楼副堂的所在，会当做伙来学习吼，来写这个硬笔字。另外佫有一个是伫咱拜六早起时吼，伫咱拜六早起时有另外有一个开办一个吉他班。这个吉他班较特别，伊毋是讲要主要讲要训练真做是一个敬拜团的乐手，也是要真做是一个服侍。这主要是开放，互有兴趣的咱做伙来学吉他，特别开放邀请伫你所认捌的你所认捌的朋友、所认捌的兄弟姊妹，也是遮无道友，邀请因透过做伙来学习，嘛会当来到教会。所以这个课程咱应该会是伫过年了后，3月初7过年了后会开始来开班吼，所以即马嘛开始咧招生，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伫遮教会无共款的活动，无论是伫咱57年有侪系列的研讨会，也是伫咱教会今年例行，也是遮特别事工中，咱都会当做伙来参与，拢会当做伙伫这个内面会当有无共款的学习。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会保存报告到伫这个所在。咱做伙起立来吟常用的诗，吟诗煞，请牧师主导。主临来，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赐我的心心的安宁。就等老我醉，一梦不完，咪看起主的歌。这是咱做领受属天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上帝的听通，圣神的感动，扶持甲相通。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，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咱列倒来闭会。祝福大家。